21. 辦公室。辦公室占23，強強為無路好行。辦公室占20個人，強強為無路好行。22. 便宜。玻璃菜太出，10分便宜。便宜無好貨。高麗菜太出，10分便宜。23. 搶假。下禮拜一搶假。24. 4. 阿叔去田巷做田色。25. 生理。頭家當燒麵，生理一定好。頭家該燒麵，生理一定好。26. 市場。市場度馬雞都賣。27. 司機。機場司機視察的載機去飯店。28. 算唔好，算唔錯。29. 上班。大早就愛上班，很忝。大早就愛上班，很攰。30. 頭家。給頭家對人當好。給頭家對人該好。31. 頭路。畢業後想要做乜嘅頭路。32. 新台嘅、新皮、新風、新樂嘅，買一隻新台嘅。33. 做事。當日做事做到團務。明日做事做到團務。34. 主任。主任。教務主任。教務主任。